各位觀眾，大家好，我係幫叔 Uncle Bon 卡卡嘅地產經紀。上一集咧，我係帶大家去咗 Greenwich， 點知咧好多人都話太遠啦，一個唔覺意出埋埠添，亦都有人話太貴啦，攤睺都100萬，點買啊？所以咧，今集我哋帶大家去一個完全唔同風格嘅社區。有人話咧，佢係卡加里咧最似 resort 嘅社區。幫叔啊，你話每一個社區啦都有賣點㗎，咁 Rockland Park 個賣點係乜嘢啊？Rockland Park 嘅賣點咧，就係佢好似一個 resort 嘅。Rockland Park 面積有200個足球場咁大，其中1/3係公園、步行徑、自然綠化，仲有一個生態濕地俾禽鳥棲息。Rockland Park 嘅發展商係 Brookfield， 區內有2個靚景，其中一個景咧係 Bow River 河景，第二個就係呢個大池塘，佢屬於一個 Stormwater Pond。收集溶雪同雨水，等沙泥同污染物沉澱，再慢慢排放出去，保護河流嘅生態。今日嘅買家咧買嘅唔係4幅牆，而係一種 lifestyle。Rockland Park 有一個非常完善嘅會所，會所裏面有齊游泳池、hot tub、滑冰場、pickleball、籃球場，基本上放假都唔使離開社區。咁唔係 resort 係乜啊？ Rockland Park 有好多唔同嘅屋型 ，townhome、孖屋、lane home、前進雙車房同 estate home。當 Rockland Park 咧發展得如火如荼嘅時候咧，隔離有個新區話叫 Cranston Ridge。咁 Cranston Ridge 個賣點係乜嘢啊？其實個賣點咧就係夠高。Cranston Ridge 位於11最高位置，地勢高高在上，社區內一半嘅屋咧都係屬於 estate home。有觀眾問：estate home 同 luxury home 有乜分別？estate home 重點係睇塊地 ，luxury home 咧重點係睇間屋。社區咧開發之前咧，發展商咧一早咧就將最靚嘅地預先留咗俾 estate home， 所以好多 estate home 都係大地、靚景或者3車房。luxury home 重點係間屋，就算唔喺 estate 區，只要你肯抌錢，一樣可以起到鬼火咁靚，高級廚房。私人酒窖、家庭影院、SPA 浴室，裝埋部升降機都得。幫叔啊，你話每一個社區都有賣點，咁缺點呢？其實咧每一個社區咧都有缺點嘅，冇一個社區咧係完美噶嘛。第一係交通，目前主要靠 Rose Hill Drive 出入，高峰時間咧比較繁忙。第二，社區原本規劃咗商業區同學校，暫時咧都仲未落成，所以現階段咧都只有依靠附近 Tuscany 同埋 Bowness。不過隨住社區人口增加，相信未來嘅配套咧都會慢慢完善。如果你中意自然環境，又想日日有度假 feel，Rockland Park 會唔會係你杯茶？我就唔知觀眾咧中意上一集我介紹嘅 Greenwich， 因為今集嘅 Rockland Park 啦，歡迎留言話俾我知啊！今集咧我哋就講到呢度啦，下一集咧我會進軍144 Avenue， 介紹一連串嘅新區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一集再見。拜拜。